2023台南博物馆节将伫咧5月20号登场，伫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天，市府文化局举办规模记者会，市长黄伟綽也特别出席为活动做宣传。看了精彩的文化内涵，其中最重要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博物馆节。所以说，我们一系列所举办的博物馆节的活动，都深深让许多各地的朋友还有甚至我之前接待过来自日本跟欧洲的朋友，他们也都对我们台南的博物馆非常非常的留下深刻的印象。台南有57间博物馆以及地方文化馆，是全国数量上侪的城市。今年以美好南博、南博好美为主题，总共有24间展馆参加。现在的博物馆其实是一个社会沟通的机制，是一个一起协作的机制。那518博物馆日在台南，我们就希望回应这一个博物馆的当代价值。从2017年开始，台南市政府就用着一种博物馆应该要走出馆外的精神。因为当代博物馆其实不是一个围墙内的博物馆是在跟社会怎么一起合作然后邀请市民来共同参与。头一场活动将伫咧台南市立图书馆、永康新总馆以博物馆踅大街为主题，结合年度主题册展举行，透过行动摊车、甲微型展示箱，展现各个展馆的特色。我们文鼎留声博物馆的话是介绍留声的文化。我们展出的内容除了黑胶的唱机唱片以外呢，我们有去追溯到以前的可能留声机音乐盒、管风琴等等的设备。我们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很高兴能够参加台南市的这一次的518的整个相关的博物馆日的活动那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库房就会有一个参观库房的这个活动，让大家可以有机会到平常难得一见的台史博的库房里面，了解一下博物馆的一些实际运作的一些状况。文化局表示，台南博物馆节是予更加侪民众实在博物馆上好的舞台，邀请大家来到台南体验博物馆的美好。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